好，小朋友今天要来唱什么歌曲呢？欢迎我们的金井的玲玲，再来几首爸爸跟邓来，邀请我们的小玲玲来唱这首歌曲，来爸爸跟邓来，谢谢。爸爸在哪里？哪里？印尼。印尼哦，你每天有没有很想爸爸？无讲话。有没有很想爸爸？加个联络。有没有很想爸爸？不说谎，我就是不说谎。哎，那有没有想爸爸？有无？有。唔敢讲。哎，在家里都是谁陪你？阿公阿妈有没有？有没有阿公阿妈？好，好，算了，我放弃。感谢我们的玲玲，哦，感谢我们的玲玲。好，玲玲可以下去了，哦，好。哎，换我们的下一位，这个小孩子真的是非常可爱哈。哎，爸爸跟邓来，因为他的爸爸远在印尼，所以很久才回来一次，所以连数量2年叫什么，可能还个无啥。